经马雅各纪念教会用白色做底，略略啊掺有西方和日本式风格，悬悬尖尖的18公尺高塔，嘛是过去台南市中区上悬的地标。阮教会是白色的墙面吼，但是当然白色的伫维护缅甸这方面是足费时费力吼，啊嘛是费钱，但是阮足介意这个白色。有的囡仔足心实的，伊讲啊，好像台北的总统府，安尼挺胸立正，教会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1880年所制作的古董管风琴。有2台伫迄个维持7年后左右，有2间教会要换新的管风琴，所以知影讲咱台湾有需要，有送人放伫迄个东海大学，东海大学到迄个1974年，移来阮教会，经过修理了，变做台湾第一台教会管风琴1865年，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，这座教堂就是感念伊决心用医疗宣教所建立的。马雅各医生带来咱台湾第一个西式医疗，予人的病症会当对伫较早食中药的中间，会当缩短时间，迄个艰苦的时间。真侪人拄到这个帮战了后，因就开始为中医来转到西医。所以，抵到真侪中医的这医生，因的生理渐渐变较少，所以因就开始造谣，讲这个人吼，乌人的心肝啦，这个乌人的目睭，其实是来讲咱即摆开刀的制度。苏当时汉医怨妒伊，反对伊，甚至有民众包围医院兼报道所，威胁放声来下马雅各医师。所以当时的清朝这军就甲马雅各医生讲，麻烦你吼刷走，去到你会当保护的所在。所以伊就只好甲伊迁去到咱即摆高雄的英国领事馆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只有短23天的时间伫台南这块土地。随望离开台南，开始伫咧高雄建立医院。经过济个牵线，伊延续伊宣教的精神，但思思念念的，犹是府城。因为伊心中内面的宣教，就是要倒转来到府城，所以2年后倒转来到咱台南府城了后。伫咱今仔日的北门路顶迄个所在，佫开始伊新的医馆，然后也开始了宣教，就是即个咱太平境马雅各纪念教会的前身，就是伫迄个所在。因为健康问题，马雅各和太太登去到英国，留伫台湾前后总共7天的时间。不过，因为挂念台湾。伊阁派家己的后生来台湾做服务的事工。马雅各医生总是有一个对台湾真正疼的所在，因为伊有2个囝，一个大囝伫中国在做宣教师做医疗，第2个马雅各2世派来到台湾的这个咱的新老病医。来做当时的院长，嘛伫这个所在做医疗。伫伊的人生中间有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我若阁有囝，因拢应该爱车派去做上帝的工。马雅各2世接替马雅各，互福音会当继续传唱。马雅各作为台湾传教的先辈，到今。也是受人敬佩